咁呢套《換乘真愛》咧，算係我2025年啦睇得最享受嘅一套電影嚟嘅。Hello， 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問你睇乜 Cult 啊。咁 A24今次咧竟然轉玩愛情浪漫喜劇啊！咁呢套《換乘真愛》咧，如果唔係事前睇咗 trailer 同埋報道嘅話咧，真係完全唔知佢係 A24出品嘅電影嚟噶。咁究竟今次呢套《換乘真愛》係咩玩法呢？咁今日咧就會同大家開心 share 下呢套《換乘真愛》嘅觀後感啦。咁亦都因為今次套戲咧，我覺得係值得入場睇嘅。咁所以呢段片咧係唔會劇透嘅，大家可以安心睇埋落去嘅。咁故事咧就講述 Larry 同 Joan 係一對結婚60幾年嘅老夫老妻啦。咁而喺某一日家庭聚會嘅時候咧 ，Larry 咧就意外死亡啊！發現人喺死後咧並唔係去天堂啦，亦都唔係落地獄嘅，而係去咗死後嘅中轉站啊！喺呢個中轉站入邊咧，佢就必須要喺唔同主題嘅極樂世界入邊咧選擇一個，然後咧就會喺嗰個極樂世界咧永恆咁樣生活落去噶啦。咁正當 Larry 苦惱緊呢個死後最大抉擇嘅同時咧，又竟然同老婆咧喺呢個中轉站相遇。咁而同一時間呢，佢老婆亦都喺中轉站上面咧遇上自己曾經嘅夢中情人啊！咁呢個人生最大交叉點咧，竟然喺大家死咗之後啦，先嚟一觸即發啊！咁究竟佢哋可唔可能喺一個禮拜嘅時間內作出呢個永恆嘅抉擇呢？咁個故事大綱咧就講到嚟呢度啦。咁如果你係第一次睇呢個 channel 啦，咁呢個 channel 咧每個禮拜咧都會更新短片啦，同大家分享下遊戲、電影嘅評測、觀後感等等噶。每個禮拜亦都會固定直播啊。咁所以如果你係中意遊戲或者電影嘅話啦，就記得訂閱同埋撳埋鐘仔嘅全部啦。咁喺出片嘅時候啦，又會有新嘢通知大家。咁我呢啲蚊型 channel 咧，更加需要大家每一位嘅 like 啦，推廣出去噶。多謝大家嘅支持啊！咁一開始講下啲選角先啦。今次呢套《換乘真愛》嘅選角啦，我自己覺得係好吸引噶。咁3個主演分別有之前拍過《鼓動真愛》而為人熟悉嘅 Miles Teller 啦，仲有《怪獸與他們的產地》啊做主角阿哥嘅 Callum Turner， 仲有眾所周知嘅緋紅女巫 Elizabeth Olsen 啊。咁3個咧都係樣貌同埋實力兼具嘅演員嚟嘅，特別係 Elizabeth 啦。咁今次呢套戲嘅故事咧，亦都係圍繞住佢啦做主軸嘅。咁好幾段戲嘅情緒牽引啦，其實都係靠佢嘅角色啦去營造翻出嚟噶。咁而且呢啲愛情浪漫電影咧，演員演唔演到角色之間嘅化學作用出嚟咧，亦都係好重要噶。咁我覺得喺選角上嘅安排咧，絕對係令到件事咧更加順理成章嘅。例如 Callum Turner 做夢中情人嘅嗰一種 charm 啦 ，Miles Teller 做老公嗰種乜都覺得理所當然嘅感覺啦，同佢哋做演員嘅嗰種個人魅力同埋風格咧係好吻合嘅。咁當然啦，亦都唔少得 Elizabeth Olsen 啊。咁因為除咗佢嘅演技之外咧，喺呢啲浪漫愛情戲入面咧，演員外表咧亦都係令到套戲更加有吸引力嘅一部分嚟嘅，以至到喺故事入面咧，兩個男主角都爭先恐後咁想同佢去極樂世界嘅呢件事嚟講咧，係更加有說服力嘅。咁而佢呢個故事入面死後嘅世界觀啦，亦都令到套戲比傳統嘅浪漫愛情電影咧多咗一份吸引力噶。咁平時死後嘅世界咧，令人產生好多聯想啦，可能係比較神秘啦，甚至乎係以人類嘅宗教信仰為主導噶。咁而呢套戲入面所謂嘅死後世界咧，係直接話你聽咧，所有人咧其實都係一樣嘅啫。無論你生前做過啲乜都好啦，死後咧都係冇天堂啦，冇地獄，冇耶穌，冇佛祖，冇聖人噶，只有一個充滿規章嘅過渡空間啊！咁而每個人咧都要喺呢個充滿規章程序嘅空間7日之內啦，去選擇一個不能反悔嘅地方咧，永生居住啊！即使係生前十惡不赦嘅壞人啦，抑或係好事做盡嘅好人都好咧，死後嘅條件咧都係一樣噶。咁而呢部分咧，其實都會令人哋思考下，死後嘅世界如果係一視同仁嘅話，其實係咪都係一種唔公平呢？因為唔同嘅宗教啦，其實都有一套自己衡量善惡死後嘅準則啦。咁但係究竟點樣可以量化到死後要面對嘅事先為之公平呢？呢一方面咧係冇絕對嘅答案嘅。特別係人性係一體兩面嘅，人生在世啦，總有善有惡嘅。咁而再諗深一層呢，其實呢個世界觀一視同仁嘅方式咧，可能先係最公平嘅地方啊！因為即使生前作過啲咩業，承受過咩苦難都好啦，喺呢一刻咧都已成過去噶啦。只要選擇自己最嚮往嘅地方去永生咧，就已經足夠噶啦。
換個角度諗咧，可能呢個世界觀咧先係最好嘅解決方法啦。而同一時間啦，主角之間嘅情感拉扯，亦都因為呢個世界觀咧而更加投入。因為今次嘅選擇啦，就並唔係一生一世咁簡單啊，而係永生永遠啊。睇落去好似係一種幸福啦，可以喺一個自己最嚮往嘅世界咧，永生咁樣去生活落去啊。咁但係同時咧，亦都蘊含住人類潛藏於心中對選擇錯誤嘅一種恐懼啊。咁加上咧喺故事劇本嘅角色設定上咧，今次嘅古仔咧亦都可以話係直線抽擊噶，唔同你隱晦單打，直擊好多人心中偶爾會聯想起嘅一啲疑問啊，就係如果喺老公老婆同埋夢中情人之間做選擇，你會點樣揀呢？咁一個咧就係陪咗你成世嘅人啦，另一個咧就係等咗你一世啦，而且係未算開花咧就已經結束嘅夢中情人嚟噶。咁三個主角咧其實都要喺呢段不可逆啦、充滿無奈嘅關係入面啦，角力同埋拉扯啊。而呢一種掙扎，亦都間接令到呢套電影喺命題上面咧係比較嚴肅嘅一部分嚟嘅。咁呢套電影咧，其中一樣令我睇得好舒服嘅地方咧，就係佢冇將任何一個選擇啦去定奪對錯嘅，冇一啲說教啦或者好故意嘅對白啦，甚至喺劇情上咧，亦都冇刻畫到任何一個角色嘅，反而係透過一種比較輕鬆溫情嘅方式，以及導演對人性嘅一啲觀察啦，用角色嘅經歷咧去忠實呈現翻一個人喺人性上嘅選擇啊，令到成件事唔係淨係停留喺概念上嘅表達，而係包含埋情感同埋人性嘅。咁加上喺節奏方面咧，呢套戲亦都係處理得好好啊。有時睇呢啲愛情電影咧，總會有一兩段戲咧係比較拖沓抽離嘅，但呢一套嘅整體節奏咧，我會形容係好舒服嘅。前半段啦，佢用比較快嘅節奏咧進入呢個死後世界嘅，而觀眾咧亦都同主角一樣啦，係初嚟報道噶，所以當一開始咧面對呢個截然不同死後世界嘅時候咧，作為觀眾嘅好奇心啦同埋代入感咧係好強嘅。而伴隨住唔同人物面對呢個死後世界嘅規則同埋反應咧，亦都帶有少少荒誕喜劇嘅幽默感嘅，令人好好奇後續嘅發展啦。而直到去中後段咧，要面對抉擇嘅時候咧，電影好自然咧就要靠角色嘅對話去鋪陳一啲過去嘅情感同埋內心掙扎啦。咁呢部分嘅節奏咧係開始放慢嘅，但係好罕有地咧，佢喺呢啲地方咧都冇一種好拖沓嘅感覺咧俾到我噶。因為電影喺故事嘅前面咧，早已經透過三個角色喺死後世界要面對嘅事咧，令到觀眾對三個角色嘅投入感係比較高啊。咁而喺後段呢個即將要步入人生最大抉擇嘅時刻咧，呢種要停落嚟去對話、去沉澱、整理自己嘅時刻咧，其實係同角色嘅狀態呼應噶。咁而我作為觀眾當刻想睇嘅咧，亦都係呢啲嘢。咁啊，同啱啱一開始片頭所講啦，太過劇透嘅劇情啦，我就唔詳述嘅，因為我覺得呢套戲咧都係好值得入場一睇嘅一套戲嚟噶。咁但係即使佢冇說教嘅感覺都好啦，套戲都用咗故事入面唔同嘅角色啦，去展示出感情入面啦最常出現嘅問題啊，例如對感情未完成嘅情意結啦，愛究竟係陪伴定係理解呢？被愛咧亦都係一種負擔等等。而最殘酷嘅事實就係主角即使邊一個抉擇都好啦，其實都係一種失去嚟嘅。佢如果揀咗初戀呢，就否定咗同老公廝守一生嘅歲月；如果揀咗老公呢，就永遠埋葬咗青春嘅悸動。同人生一樣啦，喺成長上面係冇一個最兩全其美嘅方法㗎。咁最後咧，我就會俾呢套 Eternity 換成真愛咧 A 啊！好耐未試過啦，喺冇任何期待之下咧去睇一套戲啦。咁而套戲咧係可以令我好享受之餘咧，喺共鳴上都令到我滿足噶。咁算係我2025啦，暫時最中意嘅一套電影嚟嘅。咁套戲嘅英文名咧就叫 Eternity 啊。咁我覺得呢種永恆咧，的確係幾恐怖噶。咁但係恐怖嘅地方咧，唔在於同邊個一齊啊，而係在於你呢個選擇咧，係咪基於對自我靈魂嘅完整認知而做出嚟嘅呢？假設今日冇咗呢個時間壓力嘅規範啊，你仲會唔會做出一樣嘅感情抉擇呢？定抑或其實你一早已經想改變，只係礙於社會嘅規範，被慣性咁樣推住走、推住行呢？咁最後咧，亦都非常多謝周立影片嘅邀請啦，令到我可以睇到呢套戲嘅優先場噶。咁唔知大家有睇到呢套換成真愛未呢？咁啊歡迎留言分享下你哋嘅睇法啦，同埋都睇到呢度啦，就記得幫手俾翻個 like 同埋訂閱啦。咁我每個禮拜咧都會更新短片，同大家分享下遊戲、電影等等噶，仲會固定直播噶。咁如果你都係中意電影或者遊戲呢，就記得訂閱啦。下次再有電影呢，再同大家開心 share 分享下噶。咁我係 Jeremy 嚟啦，我哋中轉站再見，拜拜。